念佛化解，累劫业障。念佛人不但冤家债主无法度化身，也阁会用超度因。因为念佛的人，一方面阿弥陀佛的定定带伫伊的头壳顶，另一方面念佛的人心中会散发出南无阿弥陀佛所照耀的佛光。这种光明会当化解冤家债主怨恨报复的心，使顽强的心柔软，凶恶的心和善。如果对方率先成色，就会当照出因缘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南无阿弥陀佛。